今日嘅大家做一個簡單嘅炒米粉。三色椒切幼絲，洋葱都係切幼絲代用。台灣辣肉腸斜切，米粉用軟水浸至軟身。材料包括咗蕎麥米粉3塊、洋葱半個、辣肉腸半包、三色椒各半隻、蒜蓉、沙茶醬、蠔油各1湯匙、黑胡椒、麻油少許。喺個鑊度噴少少油啦，之後開始呢就加入蒜蓉啦，跟住然後呢就慢慢炒香個蒜蓉，然後呢就加入嗰個洋葱啦，炒到去軟身為止，然後加入嗰個沙茶醬，繼續兜佢啦，兜到差唔多嘅時候再加埋蠔油，將佢嗰個材料呢充分等個洋葱吸收，然後就加入嗰個臘肉腸，再兜，然後加入麻油，跟住慢慢咁樣分次序咁加入嗰個蕎麥米粉。放完個蕎麥米粉之後呢，我哋用鑊鏟呢將佢同啲材料充分咁樣炒勻去，但唔好心急喎，逐啲加。好啦，終於煮完咗啦。嗱，呢隻蕎麥米粉呢，我就網上邊訂嘅，雖然係內地生產啦，但係味道同質料都唔差噶，大家可以訂嚟試下。另外一隻台灣辣肉腸啦，我就喺東寶買嘅。如果大家中意今次我嘅介紹呢，可以俾個 like 我同訂閱我嘅頻道。嚟緊我會為大家煮更加多不同嘅美食噶。如果有咩意見留言俾我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